人生每一個重要嘅時刻。事業起步、成家立室、子女教育、環球置業、退休傳承，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謹慎周全嘅策劃。而對財富顧問而言，想捉緊每一個機會，需要站穩一個紮實而有遠見嘅平台。由2000年喺新加坡成立再上市，我哋嘅業務從亞洲逐步延伸到世界各地，由基金產品、投資管理組合，以至現金管理，拓展到一站式財富管理平台、數碼銀行、信託服務、投資移民等方案，糅合投資嘅靈活性、產品嘅多樣性以及收費嘅透明度，幫財富顧問提升效率、擴大業務規模。我哋更加注重發展 AI 驅動嘅金融科技工具，提供跨地區專業市場研究同投資策略，甚至連結環球頂尖公司嘅合作網絡，建立無界限嘅環球資產版圖。財富顧問可以專注最重要嘅事，就係為客戶管理資產。我哋好提倡財富顧問透過建立 AUM 作為主要嘅收入來源，即係按照客戶資產管理嘅規模，從中收取某個百分比作為管理費用。雖然有別於目前市場上嘅主流，但我哋深信比起按交易逐次收費嘅傳統模式， Fee-based model 更加可以將前線嘅銷售同客戶嘅利益變為一致。呢一種一致性理應係客戶對顧問建立信任最重大嘅基石，亦都係我哋平台上獨特嘅定位。我哋唔只係一個財富管理平台，更加係一個推動財富顧問長遠發展嘅環球體系。我哋一齊打造一個更穩定、更具規模、更有潛力嘅未來。我哋係iFAST Global Markets。